对亚长嘅意思，大长嘅第一个礼拜，我哋就会推出某某养种人嘅单元。我来看下新年前是报头嗰位年会，也新年当中亦有按到乜嘅变化，亦有继续坚持信仰行下来冇呢？因为天光，因为暗，以为会改变，以为唔会改变。对呀，我来学人生嘅道理，今日我同大家手機嘅係劉乾剛，而係事故村嘅創辦人，下有很多苗栗當中嘅國中小學，有上海來學嘅小朋友來學，外省人嘅有正當嘅遊客唔會難以打切磋。先來看到伊朗人用人嘅報道，看團長劉乾剛係用嚟同事故村整起來嘅。使其他各国嘅蔬菜對環境有好奇有驚嘅情緒做到當少，也係苗栗南莊菜地事故村精彩嘅農事表演，透過機裝長凳同八線竹貼起來嘅特殊樹裝，展現當學嘅技巧。還有場面態嘅洋流，叫用主就像神話故事當中嘅情節。雖然表演係無算係專業級嘅，不過對國中小嘅長處來講，已經係當強咧。大量境界係兩位經驗50歲嘅劉乾剛。發起嚟南莊嘅成立一個醒獅團、相獅團，和南莊嘅廟會，很鬧熱嘅，用本地人嘅精神、本地人嘅一個做法呢，唔是講花很多錢，即係有這個稱頭。劉乾剛嘅本業係仙女裝潢，14年前到當地好少上百窮困嘅朋友共下成立社團，也算係實現自家嘅興趣。從細時開始，都會聽阿公出門去整稱頭，都慢慢嚟耳濡目染，慢慢有點有興趣。不過劉乾剛講，當初時實在係相當太簡單嘅，相獅團順利成立，冇幾久就遇到資金同人員磨難嘅困難。七紮1年拿3-4萬條出來天數，釣鼓就成立一個社團。沿着上嚟開始係樣想啦，做得賺到錢，然後也是輸得風暴。但事實上呢，7殺3萬21萬，買假貨條落去3副買到，真係講唔係咁簡單。按原先呢，劉乾剛每項上，愛等人來加入，歸起自家嘅錢。所以講，我哋要轉一個目標方式，就是說，嚟本南莊嘅生意啊、社團啊，它活潑啲位。2年後，就慢慢地把這個觀念呢，就推廣到南莊國小、南莊國中，一直到現在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咚，恰，好吧？那在走的時候，龍頭在晃，那個龍尾在晃，啊。你下劉乾剛同南莊國中、國小攏有固定開課，學生多達60萬個人。按呢做，唔單止解決人力不足嘅問題，還是日本發育當中嘅成員團，也係氣泡泡嘅後生條，有正當嘅管道發射精力，就慢慢地去觸摸人。不過教學仲係認真嘅劉乾剛，在場上冇有遇到無力感。係社團嘅性質，唔係從一般嘅職業性嘅醒獅團，所以講學生嘅能力比我因為是抱着社團嘅性質能力比較高咯。學生嘅來到現場學時呢，冇動態約束力，就變到講走佢嚟走，佢上來都來。前半劉乾剛艱苦界，就喺9年前主力團員集體離開。當時89年，大部分全部係國2啦、國3較多，他們有10碰3嘅，但是按個年紀學生嘅啦佢對我按個教嘅方式已經4、5年嚟啦，所以比較不能適應所以講他會有一點點叛逆期。佢當時呢，我都好教，我都獻技，就夾到拍一個團體落去，學生啊都照聽。來下鑼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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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哐，哐蹲。
你要蹲完站起来之后才可以棒棒棒棒棒棒，好吧？经过严格的训练，刘乾感嘅事故前已经同苗栗地区有得好名声，一下平均人员有4000外场嘅演出。今年4月，韩本邀请到全国中等运动会担任开幕表演。动作大一点，动作大一点。不过，依個演示因為以國中小學生為主嘅事故前，可比無充實演出內容，也唔會長久。4年前，劉乾感就上到一點，所以特別派學生去進入團體學。都拿2個學生送去9天沙鹿鎮9天民俗技藝團去學甲骨就是他們正式加入他們的職業團隊。但是深夜替班離開家鄉暗夜，很不習慣呐。3天都2頭，都大天發狀來吵架，嚟講佢冇練了，算了。我都從暑假的第1個禮拜，我都帶7隻生意，1禮拜禮拜6、禮拜天去陪他2天。學生帶咗那個技術，劉乾感攏會做好記錄，本事故前嘅表演內容更加豐富。除了技巧方面會越來越好，對學生嘅生活教育，劉乾感知道佢也有責任。教本身聽起說來，他因為講啊囉嗦，特別都講強樣嘅，所以講我哋本身呢一個概念，也唔是講向多啦。你講會盡自己本分，哦，把哪裡自己寫吼做不好了，安都好嘅。就是說不要學壞啊，然後就什麼事可以做，什麼事不可以做，就要看自己這樣。佢提供了哈一種民俗嘅一種法通啦哈，事故處啊哈，本學生有學習認識嘅機會，啊同時呢也增加了嘅學生呢哈，讓班有一隻正當嘅一種休閒嘅法通啦哈。可以再慢一點，當，切，他走步來啊，來恢復上運動。教學要係內詳細帶團出去表演，就算國家有險事，係內會起來。不過事故前對劉乾感嚟講，係又長又甜咩嘅擔頭。時間到誒，你嚟鄉親啊，你講幹，你竟然有大鼓唱詩嘛？時間蠻多嘅，你開始驗得來。啊，時間多嘅呢，你全部都會排隊排站，好位嚟看表演。所以講，大14年來了哈，你講來聽，安尼下感情下有安照嘅，聽唱到鄉親啦哈，看安尼嘅表演啦。對自己興趣到表演當期排到黏，劉乾感考試時間已經行到民俗文化嘅不歸路行，所有嘅風風雨雨同辛苦，用停停弄時間下，漸漸唔記得。舞台表演上，掌聲響起，好，該當時呢，看到攝影很精湛的表演，然後滿足感最大，是最快樂的事。